记10:14，台南西发生规模4.8的地震，上大震度4级，深度干那9.6公里。结果举办冬季大游行，煞有人赛车降落，而且佫压倒台人，造成1个人死亡，29个人跌伤。国民党搁再招民众8月初一去凯道拒绝食毒食酒赛车，民进党团指出毒驾修法已经咧审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7中岛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看有民众呢是骑乌托邦经过中华保新的湾路路迄搭，结果互20-30只的龙洞狗甲飞，而且佫加入，加在这人是无安怎？东方所是表示讲，这搭呢拢会有人来饲狗仔，对2024年年底到搭已经抓到65只，所以呼吁民众唔通乌白饲狗，避免影响环境甲交通的安全。民众骑机车经过彰化县埔心乡的湾路路，拄到路边一大阵的龙洞狗，算的有20-30只。想袂到这阵狗仔雄开始飞，甚至佫改录，民众惊一跳，赶紧随油门骑走。附近民众就讲，有真侪龙洞狗伫遮乱踅，定不时就发生狗仔落人的意外。骑对只等于只狗。总台要头加，算阮某会惊，惊向人停的，人唔敢会加。中华保新7月初才发生民众要去公园运动，互狗仔落甲跋倒受伤的意外。即阵伫路个出现规定的龙洞狗，互附近民众真困扰。动保团体表示，若拄到1-2只狗仔，可能也有机会甲狗仔吓惊走。若是规定的龙洞狗落人，可能就真正较危险。如果是复数只，当他去追的时候，他就认为你可能是威胁或是玩具出现在面前，他就是追，大概率是逃不掉的。靠虚张声势，手举高或是假装要捡石头拿东西，这样可能还有一半机会。有关埔心乡游荡犬追车的现象，动保所会派人到现场去了解。如果是流浪狗的部分，会请埔心乡公所清洁队去捕捉。中华东方所表示，有民众登记伫园林、保新这搭饲狗仔，所以狗仔会伫遮生团。为2024年年底到今，已经抓到65只的龙洞狗，会搁去现场了解状况，嘛呼吁民众莫凊彩饲流浪狗，避免狗仔自集流浪，影响交通安全，嘛会有环境卫生的顾虑。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好，同款是龙洞狗的事件，来看高雄一个查甫人呢，顶礼拜六暗时是骑乌托邦经过沿海二路的路口，结果互一只撞出来乌狗甲创甲勒残，加在这人是敢若刺伤尔尔。在地民众是讲，其实这附近呢有人是固定咧饲龙洞狗的。动保处是表示讲，这规条沿海路龙洞狗是真侪，今年已经抓到24只，会继续搁加强巡查。雄雄一只乌狗撞出来，头前的乌托邦袂护闪，人挂车走过离出去，摔一个真正力。这画面拢互后面骑乌托邦的人翕落来。警方赶到场，马上甲受伤的查甫人送病院，加在伊敢若轻伤。以因路旁突然窜出一只黑狗，赵男为闪避犬只，导致失控自摔。赵男手脚多处擦挫伤，经送医后无大碍。另9测值为0。事故发生地点是高雄小港沿海2路甲木大街路口，翕到事故过程的民众事后阁转去看，嘛看到规群的狗仔咧过车路。当地居民讲，因这附近定都有人摕物件去饲狗，龙洞狗确实袂少，有时阵看到拢要几十只的，真正都捌听到有人骑车，互狗仔捉甲跋倒。我若看到狗拢是车场，路边顶车场，也是工业村北林路即个。狗流浪就较侪啦。为虾米啊？迄是有人咧饲吗？也有人咧饲，我看迄画蚵仔送，拢买规包的饲料，拢伫遐咧饲啊。本年度截至目前已办理巡捕作业72趟次，累计捕捉游荡犬只24只。后续将持续加强巡捕作业，以降低游荡犬群聚风险。动保处表示，规条沿海路拢是龙洞狗出入的热点区域，因知影这件代志了后，就随派人去执行掠狗的作业。若是发现有人乌白饲狗仔，造成龙洞狗生团结规群，影响公共安全，将会收集相关事证，而且权责机关依法裁处。记者柯家族邱超雄高雄采访报道。
或者狗看了来看狗，这是发生伫台南善化关灯甲麻豆地区。这几天来呢是出现一只台湾狗，安尼四界爬走，而且这只狗山哪像是有人咧甲饲咧，毋但是走去徛鸡甲果子园咧甲人吞打，甚至佫走去庙市食这竞品。即马农业局为着要掠这只狗呢，是伫咧调阴市来说红外线的人啊，嘛呼吁民众若准看到这狗的形影，就爱赶紧通报。有民众咧徛去1楼，雄雄看到台湾狗爬去对面的住户23楼，一路爬去厝顶，就是这只狗已经掠10天啊。在地民众讲，20透早6点，有咧麻豆正港里这边出现，偷食巴拉了后佫无去，伊之前就捌出现过。最近伊咧台南善化关电麻豆这行政区乌白走，毋但伫社区出现，嘛走去乡内甲人乌白班果子食，互当地心惊惊。啊，伊就连了爬去伫3楼顶。你伫下骹你较有法度伊，你嘛是爱搁互伊落来，回落来你才有法度啦。昨项个你也着。台湾狗扰乱的行为毋但安尼，前几天嘛去调阴市偷食庙内贡品，甚至佫爬去真高楼糟蹋。面对这只狗，居民大家分工合作，有人咧注定看狗的动向，嘛有热心的民众到猎兼通报农业局，农业局回应这只狗山啊怀疑哪像是有人饲过，完全袂惊人。伊就安尼起来食的。啊！我赶我去食这个，伊走到楼顶，我有看，啊，人去抓掠的迄，拢用迄个麻醉枪嘛吼。啊来这，规波嘛掠袂着。我伫楼顶看伊的情形啊，因伫咧掠的人，我甲我讲，啊，你看伊走，再一直走，大家一直走啊。那我们在追捕过程当中，那他只要看到兽医师就秒逃了哈。农业局指出，相关人员逐天掠上无5-6点钟，到单也是无违法。目前农业局已经咧调因时设红外线的人来登，嘛呼吁民众若有看到台湾狗的形影，紧通报农业局派专人来掠。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家己得家的灵应，即摆是咧要大出啊！也毋过呢，这台湾狗甲山猪煞定走来甲破坏，这农民放炮啊，也是讲用火来甲熏，各种方法拢试过啊，也是无用的法。面对着这果子园的损失，即摆农民呢是希望讲相关单位会当提出办法，赶紧来解决。各农摕炮仔来放，要来迄间山内下落来偷食水果的台湾狗。家己县得家金西社区，即马当是灵应修行的时间。不过社区内底煞四界拢是炮仔声，在地村长就讲，会安尼的原因，拢是因为农民要保护修行，莫互台湾狗食去。有一件电线，有一件涂骹，讲算算的30几只，这越来越猖獗啦。算讲本来安尼固定性的大炮有效，即马几乎差不多拢无效啊。有当时我会使是5点来，伊就来遮里摇啊。总之啊。11点外，有当时5点外，暗时5点外8暗啊。为着要保护家己的修行，各农找各种办法，用炮仔棒、烧柴来熏，开指导会发出爆炸声音的机器，甚至是规工翁仔某轮流来顾，也是无法度解决问题。农民就讲，除了台湾狗以外，即马有当时佫有山猪会出现，嘛对因的果子园造成损失。我装甲好安尼吼，我事莫讲，爱甲质量爱15000块啦。我连个买只电池都10000人若加只加数，嘛少2万16000块啦。中昼时我讲因迄若正经伫顾拢换班的，因无休困的。中昼时等去食饭嘛，佫一日来换了。村长表示，虽然政府有教使用电网的防治方法，不过山区近的所在线，有的地形佫是粗的，设置电网对因来讲无符合需求，也是望相关单位会当提出更较好的办法。互因规年趁天的辛苦，莫因为野生动物危害来乌有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地区又搁冰新来看，今仔日早起10点14分，台南市的南西区是来发生规模4.8的地震。南西高雄架线这上大的震度是来到4级，而且深度是敢若9.6公里，这是属于真浅层的地震。气象署是判断这阵地震呢，甲昨暗新北市双溪规模5.6的地震，这是无共的事件。昨夜的迄个是属于温物带的地震。人家厝内底警报是一直弹，头壳顶的吊灯、鱼肚仔，规个拢海甲足大力。日暗时8点36分，发生瑞士规模5.6
有感地动，地动深度有95.7公里，包含宜兰县、新北市、台北市等等足侪所在，上大震度有3级。也那震央就伫咧新北市双溪，气象署研判，并不是板块地动，是温物带地动。那其实这边跟活动断层一点关系都没有。花莲的那个外海就是有一条那个琉球海沟了就是那个菲律宾海板块隐没到欧亚大陆板块底下的那个地方，然后就越往北就是就越深。学者就解说，温物带地动上大特性就是深度较深，强度嘛较强。这回是下骹菲律宾海板块刷震动作用。根据气象署统计资料，这个区域最近这10冬震度3级以上的地动有3件，上近的是伫咧2019年3月13，规模5.3。气象署嘛提醒，未来1礼拜以内，要是有机会出现规模4.5到5的地动尾，应该要加注意。也若过灯光至7透早，南部嘛有地牛翻身。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它两个板块相互碰撞的力传递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造成地质条件比较脆弱的地方，然后引发了地震。电眼翕到徛过1楼，向向海一个无足久的。毋过民众明显有感觉到，气象署观测上新的地动是伫咧透早10点14分发生的，震央是伫咧台南市南西，地动的规模有4.8，深度有9.6公里，是属于极浅层的地动。包括台南、高雄有足侪所在，上大震度有4级，嘛提醒大家，今年地动有较少，不只个地动无法度事先预测，呼吁凶险时大，平常时都要做防地动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即马受到这南风云系刷向北边的影响，所以气象署是表示讲，今仔日全台湾各地呢，其实这天气是无介稳定的。东部、南部甲平湖是有可能会落大雨，也若中部以北伫个过道呢，嘛会落西北雨。就爱等到拜四，这太平洋高气压变强，这才会变作是好天。也若目前伫个太平洋的海边，也阁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正在发展，有过这未来呢是会对日本过去，对台湾是袂有直接影响的。拜受到南风云系向北的影响，各地天气拢无稳定。气象署就针对台东、屏东、平湖和恒春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另外，宜兰和花莲嘛会落南山的阵雨，也若中部以北就要注意过道的西北雨。太平洋高的势力还是比较偏东偏北，而台湾附近呢，主要是受到西侧这边的低压区的外围的云系所影响。所以说，这种偏南风的情形之下，在中南台湾这边的云系都是比较偏多的，并且呢，在迎风面的偏南部到东部、东南部这一带，整天都有些断断续续的阵雨或是雷雨。气象署指出，拜二甲拜三各地水汽也是真济，东部和南部地区可能会落短暂的阵雨，中部的山区嘛有可能会下大雨。也若其他地区是多云到好天，过道可能会落西北雨。那我们从周二、周三开始呢，水汽都还是比较偏多一些，不过整体的迎风面降雨跟今天相比都是稍微减少的。我们在东南部还是有些局部的降雨，而东部跟中南部地区转成比较零星的降雨。那其他各地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尤其山区还是会有些局部的大雨发生的状况。气象署表示，拜四开始太平洋高压变强，天气就会渐渐变稳定，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也若拜二早起伫太平洋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目前有变强的趋势，预估未来路径会按日本的方向去，对台湾未造成直接的影响。记者桂宗林、林表凯台北报道。南投的日月潭拜六的时呢，有一个20岁的大学生甲伊的老母去到遐佚佗，不过呢，伊煞无穿任何救生的装备，就安尼跳落去耍水，结果人全安尼失踪去。消防人员一直等到过灯光才总算找到人，也毋过已经救袂回来啊。搜救人员使出人船，伫日月潭永吉桥附近来来回回找，伫26下昼找到渡水的现场的查某大学生，不过人救起来已经救袂大。25暗5点半，一个20岁姓张的查甫大学生，甲妈妈来南投日月潭耍，敢若是一时想到跳入去潭内面，想要受气对花。不过伫咧离岸边5-6公尺的所在渡水，尾下就沉在水的无看的人。警消接到报案，出动几落的分队加特殊人员，找要到20点钟才伫咧水底找到人。他母亲是拦不住他啦，是这样子供称啦，是说他儿子执意要下水，啊拦不住他，那就是游泳到一半的时候发生溺水事件，那有目击者报案。消防局讲，日月潭水系看起来敢若正平静，不过潭底地形悬崖差正多，水较深的有可能到4公尺到6公尺以上。
而且日月潭会抽水发电，水下骹常常有正强的暗流。专业的教练讲，像这种开放水穴，水流无确定，温度变化也大，不加危险。会有陡峭，跟它不稳定的水流，还有就是它的地形都会有差异，适应度也可能会因为水温，所以没有那么快可以适应，跟会比较紧张的。台电讲，日月潭算是开放性自然水穴，除了一年一遍经过官方核准的万人受水活动以外，普通时规个日月潭拢禁止私人生水受水。那一部分就不是一个能够让游客能够玩水的那个，就是开放水域，那个是不能下去水里面玩水的。日管处讲，民众若要耍水上活动，就要先经过申请许可，若是家己落去水内面，会使依照发展观光条例罚1万以上5万以下罚款。希望民众唔通因为天气热或者是好奇落去水的，就要注意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北投中和街呢，昨有一个水沟啊，挂熊安尼吊起来，造成2695户拢失电去。台电初步判定，应该就是高压电缆的零件故障所引起的，加在是无人受伤。警消人员赶紧到现场，水管也传伫边啊。这个人空挂炸开，白烟一直冲出来。爆炸时阵声音真大声，当地住户是惊一个。3个爆炸声，然后它那个盖子就给它喷出来了。那个烧焦味，它有点爆掉啊，冒烟啊。台电人员来到现场，紧落去看卖，赶紧来抢修维护。边仔放交通水，也有风速线救起来管制。现场是台北市北投的中和街巷仔内底，2日早起10点外，人空馆内底熊爆炸，4个位啊拢停电。影响啊，担心啊，影响层面很大。刚才先出去绕了一圈，然后回来，然后顺便去买东西。我以为电来了，结果进来又没有电了，小孩子继续救。来到当地徛街看卖，厝内底拢无电，开关一直试拢无反应。近天气遮尔热，伫咧厝内底无电，冷气甲电筒拢袂用的，伫咧厝内底是热甲要死。根据台电统计，对中和街、朝向路、新兴路到杏林3路一带全部受到影响，总共有2695户停电，计5点钟了后才修理好，电才来。电缆植入接头发生故障，所以产生的那个停电事故。接头它比较久的时候，它会裂化嘛，然后高温有时候它会产生裂化，产生故障都有可能。原因很多，那是说我们的接头我们要拿回去再做判读。台电初步判定，因为高压电线的直路接头故障，变真小，真侪烧气，搁翕条咧，内底一时间压力变真大，所以才引起爆炸，甲人空管拢弹出来。加在这意外无造成任何人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德国的首都柏林呢，顶礼拜六是来举办冬季大游行，也毋过煞有歹人驶车去共弄，而且搁压倒杀人，造成一个人死亡，29个人受伤。警方过当天是伫咧一搭菜园去掠着这个嫌犯，也当场甲伊枪杀。官方即马是证实讲，这个嫌犯呢，伊是有极端分子的背景，去年甚至搁想要加入伊斯兰国这个恐怖组织。半暝伫第二家庭公园，有真侪警车甲救护车出动。原本是欢乐的冬季节庆，煞带着恐怖攻击的阴霾。In aktuellen Ermittlungen ist es so, dass heute gegen 22 Uhr ein Fahrzeug aus dem Bereich der Linnéstraße hier in den Tiergarten gefahren ist und dabei mehrere Menschen verletzt hat. Wir gehen derzeit von 15 Verletzten aus. 德国首都柏林有名的冬季大游行，25暗时发生恐怖攻击，一台白色货车弄入去人群，驾驶连面个提刀随机杀人，造成数十个人死伤。Was ist es hier für eine Schießerei? Aber wir konnten uns noch keinen Reim darauf machen, dass das mit dem Attentat von Mitte und gestern Abend zusammenhängt. 案发了后，警方开始大搜捕，过顿到暗头仔伫苏潘特区一搭菜园围捕嫌犯，对方企图提刀抬警察，当场互病死。Minister hat bereits mitgeteilt, dass es sich um einen islamistischen Anschlag handelt. 警方调查，21岁的嫌犯伫德国出世，有黎巴嫩的血统。少年时期就几礼拜前科，今年渐渐极端化，去年甚至专工去黎巴嫩，想要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伫半路被捕判刑，虽然有接受去极端化辅导，也是无法度阻止悲剧发生。Diese Straftäter, diese Extremisten haben in der Mitte unserer Gesellschaft keinen Platz.
数千的民众随后聚集伫布兰登堡门前，点蜡烛追思受害者，用爱甲包容回应恨。不一个这个年会惨剧，恐惊阁会引起德国社会对移民政策甲极端主义风潮的激烈辩论。公司新闻4派选评译。法国甲西班牙即摆拢咧火烧山，这西班牙呢已经来宣布紧急状态。目前这两国加起来是有超过36万人赶紧撤离，上无有3个人死亡。嘛，因为刷了这一礼拜的时间呢，毋但是欠降温，而且是完全袂落雨的，所以这火烧山的灾情恐惊是愈来愈严重。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是即届火烧山上界主要的所在。目前外围部分火线已经成功互消防队踢掉了，而且也控制伊弹去的方向。也毋过火势捌烧起到离葡萄酒产地普尼德省敢若15公里的所在。当地市长证实暂时无撤离计划。法国目前拢总动员超过5000个消防人员、军队、警察，佮加上志工来拍火。巴黎市中心的消防人员也互人调去到吉伦特的火场，防止大火炭到葡萄酒的产地。统计到7月26日，法国拢总撤离超过25万人，也是法国冰河时期上大规模的疏散行动之一。今年的野火到今已经烧掉11万5000公顷，超过4.2个台北市的面积。法国总统马克宏预计当地时间7月27日早起，会针对火烧山灾情开紧急内阁会议。也那西班牙的火烧山，7月26日除了首都马德里东部，搁再传出新的火场以外，瓦伦西亚东部的火势也咧要失控。西班牙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撤离超过11万6千人。西班牙火烧山的灾情，对今年开始到今已经烧掉4.8个台北市面积。Es evidente que todavía no ha acabado el verano, que por desgracia tendremos nuevos incendios. 专家指出，这波火烧山的灾情虽然不是人为放的，也毋过气候暖化已经为火烧山创造真有利的环境。欧洲会伫这礼拜迎接今年热浪第4波极端效应，对7月28日开始，西欧核心灾区气温会搁再升到40至42度以上，而且灾区未来一礼拜预测完全袂落雨，搁加上透风，这两个火烧山的灾情恐惊会进一步扩大。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继续咱来关心咱国内来看，这国民党呢，伫食安集会了后，即卖是搁招人去到凯道，要来反假毒赛车。有民间团体是质疑，这台北市长蒋万安呢，伊做市长当中10届的毒防会议拢无去。也那蒋万安伊是回应讲，这拢毋是事实。另外一边，即卖这个问题有的议题是继续咧炭烧，所传出这在野呢是想要提案，要来提这食安单位，也搁有食安系统的预算。问题有的代志是继续炭烧，针对民进党团干事长曾瑞雄前几天就质疑讲，把725食安游行当作是2028总统大选的新典台，台北市长蒋万安就呛倒回去。20万人站上凯道，发出不满和愤怒。我想，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食安，只有民进党政府在想着选举。在想着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权。国民党如果如同他在街头宣称的食安是最重要的事情的话，那就一起赶快好好的坐下来修法。食安未放心，嘛影响到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审查。在野党就质疑食安5宽政策变作是食安5空，那北就提案要甲食品安全办公室交食品安全分段资讯系统的预算汰掉。而且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阁宣布，伫咧8月7日要招大家去凯道办反食毒赛车游行。不一个台湾青年世代共好协会理事长张玉明就指出，从蒋万安做市长了后，10摆毒防会议完全拢无去过一摆，这不是事实。每一次亲自主持的治安汇报，也都一定会专案针对毒品防治来进行讨论，以及深入的研究，以及督导各项的防治作为进度。民进党立委钟嘉宾就批评，国民党阁要招8月7日去凯道反食毒赛车游行，会当看到食安对国民党来讲是政党相当的工具，嘛强调食安并不是集会游行了后就会当平平的，呼吁南北都要倒转去预算的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好，来看这顶礼拜六，国民党团呢是来举办食安的凯道集会，今仔日因是来响应这民间团体，搁再招民众8月7日去到凯道，要来拒绝食毒甲食酒赛车。因那民进党团伊是指出讲，针对着这毒驾的修法，目前这行政院的版本已经伫咧委员会审查，希望调野会当赶紧完成相关的修法。
主席，8月1号，民团要在上街，要来反毒驾跟酒驾这部分，主席会在号召大家上街头吗？国民党团举办7/5护食安凯道集会都结束，27个响应民团的活动召开记者会，要伫8月7日各招民众徛上凯道。8月1号上凯道，没有任何政党色彩，只要你认同台湾是需要正义的地方，只要你认同我们要一起挺警察，只要你认同拒绝毒酒驾，都欢迎各位朋友。这民团以拒绝食毒食酒赛车为被害人的权益发声做诉求，呼吁政府落实司法改革甲社会安全网，表达支持那样提出的反废死甲变形公道。好多家拢是顺治的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的老爸嘛出面，希望说从1审到3审能够维持原判，判被告死刑。因为被告真的是非常可恶，一直从第1审到现在，完全都没有悔过之意。我就只求法律来主持一个公道。8月1号，请你们来凯道，给我2个小时，我把过去这38年来所有的重大刑案的被害人都带到凯道上，让他们亲自来告诉你们。为着要阻止毒驾的状况，行政院进前提出修法，包括加重罚金、没收车辆、预防性吊销驾照。目前当咧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审查中，而且国民党团版本是主张爱甲毒驾致死，相关会使处死刑明文入法。因为要解决问题，那目前蓝白的国会是多数，那该修法就尽快修法。那要专业的质问，你都可以开专案会议，甚至专报。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蓝白回到专业的问政。民进党团指出，无论是反制毒驾，也是司法改革，条要立委拢会使伫个国会修法，也是质询，强调爱紧完成相关的修法，这是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好，再来看中联公司问题，有即场是安风波呢，即摆是闹甲真大，刷落就要来过中秋啊，所以一寡做月饼的业者即摆嘛开始烦恼讲，恐惊会去影响到因的订单。也毋过其实有人是认为讲，这中秋的糕仔饼呢，主要拢是用巴达咧做，所以较无咧用沙拉油，应该这影响就会较少。在工厂顶头一直庆祝乌色高烟，26早起9点半钟下台中市消防队接到民众的报案，讲福寿公司沙鹿厂的工厂发生火灾，随派水车去拍火。结果小客所在是食品仓库的楼尾顶，无伫用的洗肠桶，敢若是员工食薰无细腻才引起火灾。加在火伫早时9点53分拍熄，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员工因为在抽烟，现场抽烟造成就是洗涤塔发生火灾，用人为疏失管理不当造成火灾，环保局将依违反空污法32条，裁处新台币10万到500万。中年油这样验出地干部本偏比，好收者还有业者也拢伫停工接受调查，引发国内10万的风波。做糕仔饼业者的烦恼讲受到影响，中秋的礼盒糕仔饼大家较毋敢买，不过消费者相关去买去交关，一个店头无受到最近毒油风波影响。放心店家的信誉，对。所以放心，应该就是厂牌的问题吧，就是像名店，他们就是应该也不会为省那些就是品质的油，然后去造就就是制造一些糕饼，然后产生问题。今年中秋节是我要到月底，糕仔饼业者大部分伫7月就提前开放有买，也有促销。业者讲，糕仔饼主要是用麦达来做，毋是用沙拉油。所以讲，这波毒油事件对这糕仔饼的制作影响来讲是真少。所以我们凤凰酥都是进口安佳奶油，没有用那个什么沙拉油那一种，所以不会。业者讲，民众爱食太阳饼、旺来酥甲两仁酥，拢是用进口的麦达做的，也毋过是按问题，一直逼出来，恐惊影响糕仔饼的业绩，尤其是中秋节，是糕仔饼业的大家，希望政府使赶紧来调查清楚，公布这个合格甲无合格的油品，互业者甲消费者拢会用真清楚的参考，才有法度买得安心，食得放心。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冬来，这校园亲师之间的冲突，也有教学争议案件是愈来愈多。国民党是来主张要减少人数，而且改善教育现场。那教育部呢是表示讲，这新制开始实施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去啊，也已经来取消这无起名的检举，也来建立案件分流的机制，建立这校事会议的案件呢是减少要6成。
最近这几档常常传出老师甲家长沟通未合，也是对班级的经营、上课方法理念有冲突，互真侪案件入去校事会议。校方嘛进行调查审议，老师是用真侪时间伫咧应付调查，学校行政团队嘛要面对真大的听数压力。立法院教育委员会27针对校事会议改革进行讨论，说因为发言的损失来冤家。罗廷伟提案的，请举手。他们的这个提案，就是罗廷伟的提案，其实是非常粗糙的。你要讲到所有的办法里头，到底是哪一条是违反法律，那你才能够要求。可是问题是，他们是举不出来。国民党调集委员罗廷伟24下班了后，临时改变议程，要来讨论校事会议的改革。也那民进党教文会有一寡委员请假，国民党的委员全部拢交到，得帮人数较侪优势表决通过，甲校事会议的相关办法退回去教育部。许多的家长、老师不断的在反映，校事会议还是要持续的来审议相关的办法，要求教育部能够退回重订。这件代志，教育部长陈英尧就回应，新的制度嘛是想要解决过去藏名检举、乌白无赖等等威胁到教师权益的状况，同时嘛会当互无责任的教师离开学校，保障学生的受教权。我们建立了预防的机制，我们建立了分流的机制，我们建立了这些取消这一个不记名投诉滥诉的这些的一个做法。另外，最近嘛，别讲阳明交通大学传播所的教评会委员加主席，竟然是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还有即马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来做，负责做大学教师人事审议，引起国家安全的争议。确实，在这个传管所的一个教评会的这一个成员的一个组成是真的有瑕疵的，他应该这一个改善。那高教师也已经在做全面的一个了解。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范云嘛回应，国家针对大专院校教员聘用拢有相关的法规，也那执政党嘛尊重教育部相关的调查，点点等待结果。记者综合报道。经济消息来看，台股今仔日一个开盘就安尼扯落是跌超过600点，指数上界价是来到42969点，无到43000点。台股顶礼拜是安尼大震动，宽达股呢其实拢跌价，也那台积电也落到2330块，台积电、联发科这表现也拢无介偌好。另外7月这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公布，6项指标全部拢是降价，其中这未来半冬投资股票这个时机，这条呢是降上忝的，反映这投资者的信心呢，这阵啊是有加较保守。也那这礼拜这美国科技财报，也有联准会利率决策，拢有可能互咱台股震动搁较大。这几天呢，受到这病毒攻击的这个产业，唔但是病院啊，也包括着这汽车的零件、甲半导体，甚至是电子零组件等等。所以，数发部资源署是表示讲，即马这海客因的手路呢，已经演变做结合着偷摕机密资料，也搁有漏泄这威胁的商店模式啊。所以，提醒民众也搁有企业都要落实这治安防护的措施。去年马街病院甲中华基督教病院因为受到链钱软体的攻击，电脑档案去互加密被开除，影响到挂号、医疗甲行政。司法部治安署表示，这几年骇客的手路已经演变做结合偷摕机密资料和外泄威胁的商店模式。治安署也提醒一般民众，平常时重要的资料尚无可比3分，作业系统随时要更新。若受到攻击，也要随切断网络，避免病毒拖到其他设备。最好的方式就是赶快把它断网。不要让每一个电脑里面的档案都被加密。第二是不要支付赎金，因为没有办法保证你支付了赎金，对方真的会照你的要求给你相对应的钥匙去解密，反而你有可能助长犯罪哦。第三个是保留画面跟证据哦。治安署表示，即马因为 AI 真利便，所以链钱软体的攻击事件也愈常发生。亲像病院、企业和政府部门这寡关键基础设施，拢是因犯罪的目标。针对最近像有骇客在网络要卖台湾企业的存储权限，包括宏达电、台湾大哥大、甲 ET-Today 在内，拢总90多间企业被成骇客交易。治安署表示，已经有将情形，虽然嘛拍算要定出到旁受保的优先顺序规范。我们会订定相关漏洞修补的优先的这个顺序啊，例如说哪些是比较 critical 的，例如说它是对外
对外的设备，然后风险比较高的，可能会优先来做修补。自然院这边来组成一些结合公司这样的一个做法来做一些漏洞的测试跟挖掘资安署指出，去年到今年有受到链前病毒攻击的产业，包括医疗、汽车零配件、升级制造和半导体设备、甲电子零组件等等。资安署嘛讲，未来会结合资安院、甲各大资安公司组成团队，运用 AI 技术来协助测试、甲发现漏洞，嘛呼吁民众甲企业落实资安防护措施，共同提升资安韧性。记者卢尚珠、曾春瑶台北报道。在休热期间呢，学生甲青少年变作是诈骗集团的目标。伫高雄市，这警方呢是接到一个学生的被害者报案，讲伊是因为接受这免费热门的游戏的笑话，最后煞互这歹人甲恐吓，要交出这手机的 SIM 卡，差一点就真做是犯罪集团的共犯啊！刺激感官的线顶游戏，伫虚拟世界中，嘛互休跩学生甲青少年达到诈骗集团的陷阱。高雄市警方入前接到报案，有被害学生伫社群平台互免费送热门游戏口座做字成器，随后歹徒变讲需要实体卡片认证，成功骗到学生的门号资讯，然后歹徒佫假包做警察，讲门号已经涉及刑案，若毋交出证物，会互移送法办。受害学生伫恐吓压力之下，就听歹徒指示将手机的实体SIM卡寄出去。有人寄提款卡、提供密码，然后就可以获得一笔报酬。但是之后发现那是诈骗，然后他就是只能被判刑，然后入监服刑这样子。我还蛮谨慎的，所以看到那种诈骗、反诈骗的意识，都会去看一下那个广告。看内容是什么吧，就是突然如果提供什么账户或者点数这种，很明显就是诈骗。好看的，我觉得天下没有白色午茶。高雄市警方表示，这种案例即马愈来愈多，而且被害者买手阁会变做涉案嫌犯，可能阁会爱坐家。家长嘛爱提高警觉，唔通相信送礼甲假客服，叫个资甲证件嘛唔通凊彩互人。而且警察办案袂透过赖侦办，更加袂要求监管财物。实体信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进行发简讯洗钱行为，并恐沦为诈欺共犯。若是已经将手机啊 SIM 卡寄出去的受害者，应该随甲所属的电信公司办理挂失停机，并报案请警方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新德县的湖口地区呢，传出有查甫人伫半暝时假影要来问路，连续甲这出外卖宵夜的这个查甫人甲问话问3摆，结果看对方拢无回应，全提出那像是番仔姜水的物件对人甲喷，这喷了人就随走去。目前这被害者已经检伤报案。骑奥多拜查甫人半暝半伫大路四界看来看去，找下手的对象。代志发生伫新馆湖口，半暝3点外有查某出门买宵夜，结果有一个查甫对伫伊后壁，规路找伊讲话，互人拒绝了后，共款继续对，尾仔甚至佫提出疑似番仔姜水的物件，甲人喷。附近的民众讲，即搭半暝定定拢有啉酒醉的人，话佫会伫大路大细声。是那边的时候，有那唱歌的 KTV 的时候，就经常半夜的时候。就会这样杯碎碎，就很吵，就我到处这样，有些喝醉了啊，到处躺啊。我好像有看到那个网络上有，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本案已依规受理及侦处中，目前已掌握特定对象，将积极查缉到案，厘清案情，依法就办。同时持续加强该路段巡逻，防治不法。受害女性尾仔是赶紧走去附近的超商报案，警方提醒民众，若是拄到骚扰的行为，第一时间爱保持冷静，想办法去人较多的所在报警察处理。在此也提醒民众，如果遇到跟骚行为，要保持冷静，应对搜证，勇于报案，捍卫自身权益。警方绝对依法就办。警方指出，目前已经掌握特定对象，除了会通知嫌犯到案厘清案情，也会加强附近路段巡逻，避免各同款的代志发生。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新闻消息来看，屏东东港花桥市场乌昂床的这活动已经要结束啊。不过，即摆有一种外形真特别，互人号做是那个鱼的这个鱼啊，真做是袂少人要来试食的选择。当地民众是讲呢，这肉呢食起来就袂输是豆腐共款。
果粉用油落去煎，刷来到灶塔下落去调味，一大久啊，就会使裹起来。最后3胡椒盐就完成。这出就是东港花椒市啊出名的那个鱼，袂少人到这拢会试这味。询问当地民众，其实台语讲法有几啊种，有的讲西丁，有的讲闽仔，因为特殊的名引起游客好奇，就会点来食看卖。讲不出来，就那个，就变成说那个鱼，连着这个名。因为什么那个鱼现在会很夯，就是因为它的名字很特别。有些人就觉得说，来吃看看那个鱼是什么东西。西丁本身肉质油，煎起来口感像豆腐，营养成分悬，不过煎了后爱紧食，冷去就较有油爱味。因为东港的蚵仔床今年猎捕的数量已经达标，渔民就袂使搁掠。蚵仔床规活动嘛，伫7月中结束，市场和海产店就会推出西丁，不过伊唔是专攻掠鱼种。不是像我们。就是像黑尾鱼这样有一个特地有一个产季之类的，没有。那个鱼是捕抓樱花虾的时候顺便捕获到的哦。那个鱼这几年很少，那个要看时机啦，不一定抓得到啦。鱼摊店头直接用华文写名，就足趣味。伊的正式学名是小鳍龙头鱼，鱼体圆条形，但是喙齿足内，所以贩仔排打进前拢会先处理掉，方便民众买回去就会使料理。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再来看高雄一间百货公司食甲饱的餐厅呢，昨互民众看到讲竟然有鸟鼠出现，而且安尼撞来撞去。这鸟鼠后壁还佫对几来个工作人员安尼甲掠。业者有坦白讲，这餐厅呢有鸟鼠，判断就是这餐厅甲百货公司之间这是连通的。佮加上百货公司呢顶礼拜拄啊好做好这个防疫消毒，所以才互鸟鼠安尼乱走。餐厅内黑色物体快速闪过，后壁佫对几来名工作人员手提鸡丝要甲掠。这间全台连锁有名声的食甲饱餐厅，伫高雄百货分店出现鸟鼠啊！这可能会吓到，是比较高级的餐厅里面有老鼠这样。有啊，因为有老鼠的地方应该是不太干净。哦，他们一定会有他们去控管，他们再去看，就是注意的地方，对。可是你没有办法避免说完全没有老鼠或蟑螂。代志发生伫日落暗顿的时间，业者表示走出来鸟鼠已经用上紧的速度掠到，初步研判是餐厅甲百货公司连通，加上百货2礼拜就偷一解药啊，造成其他的鸟鼠四界乌白种走入来餐厅。当天当餐，我们从桌面到地板都会重新消毒一次。那昨天发生这样的状况，当然嘛，我们的消毒的力道就会再增加。业者强调，事发第一时间已经向人客说明，嘛达到确认用餐的民众健康状况。当下人客拢讲身体无各样，不过事关食安问题，卫生局已经伫27早起前往稽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大家市区呢，昨下晡差不多4点过的时阵，发生一件纠纷。这是一个过路人，哪像就是不满这车辆无伤量，而且佫骑喇叭，所以全家人安尼冤家。过程当中，哪像有去影响到这个驾驶的囡仔，互驾驶是真不满。路边2个人爆发冲突，游来游去，一个查某人大声哀，第3个查甫嘛出手拍人，边仔查某人的朋友嘛对咧拳头拍。双方是拍甲油袂开，警方随到场处理。代志发生伫2日下晡4点左右，台中市大甲区蔣公路甲育德路口，根据店家提供的监视器，看到迄阵乌衫的过路人当咧行过路线，准备要过马路，背后一台乌色轿车无让伊，过甲骑喇叭，才会引起冲突。过程中，疑似过路人佫甲驾驶呛声，连驾驶的囡仔嘛受影响。我唔知偌久啊。你迄阵看到的时阵是几人伫安尼拍？几个？一开始是应该是想骂吧，就在骂，然后骂后面把我就变打起来这样。附近的店家表示，当地是伫个镇南宫的头前，人甲车拢真济，加上无太阳灯，致使人甲车定定下来下去。警方表示，到场的时已经无冲突的状况，嘛分别协助送病院，防止搁再发生冲突。经查双方互不认识，白色上衣为驾驶方，黑色上衣为路人方。因驾驶方车辆欲右转，且临停在路口时明按喇叭，造成黑色上衣路人方误以为驾驶不礼让行人，因而发生口角，进而产生肢体冲突。警方除了调监视器画面理清案情，嘛依法受理双方告诉，专案将会以伤害以及自强斗殴罪，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嘛呼吁赛车的人甲过路人拢爱保持礼貌，互相尊重。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潮流街来看，即马这动物沟通呢，最近是真时行，也毋过煞出现无共款的方式啊。因为有愈来愈侪人会来饲这动物伴，甲当作是亲人，也毋过其实这动物伴呢是袂晓讲话，所以要知影因到底咧想啥，其实大多数拢是用药的。也毋过最近伫韩国的首尔开始出现要甲这个宠物来算命的服务，或者动物伴呢会当家己来选一个塔罗牌，再过来解读因的心声，也使真侪主人走去试看卖。 今仔日的人客免开嘴，不过选的每一张牌拢可能关系到宠物的心思。 아무래도 이 녀석은 트라우마가 있는 녀석이니까 다른 아이들보다 그래서 진짜 궁금했거든요. 이 녀석이 어떤 생각을 하는지. 그리고 맨날 제 옆에 붙어서 자고 진짜 저를 보디가드처럼 따라다니는데 그게 힘들진 않은지 진짜 궁금했거든요. 피곤할 것 같아서 이 녀석이. 그러니까 그런 게 좀 많이 궁금했어요. 塔罗牌算感情，算工课，也算人生。即摆伫南韩，连宠物也正做算命的主角。首尔这间算命馆最近几年推出宠物塔罗牌，予主人带狗仔、猫仔来，由宠物家己选牌，再由塔罗师来解读，替袂晓讲话因来说心声。 타로가 저한테 주는 의미는 이 친구가 이런 생각을 가지고 저는 단순하게 아프구나, 기쁘구나, 슬프구나 정도의 5가지의 언어를 제가 이해를 했다면 타로는 적어도 한 30가지의 언어를 얘기를 해주는 것 같아요. 그 차이가 굉장히 큰 것 같아요. 这位塔罗师对2014年提供宠物的塔罗牌算命，了后，佮设计专属的牌，即马除了狗仔、猫仔。 要主人专工带龟、豆丁等等的宠物来算命，一个费用是2万韩元，大约新台币400多块。 점점점 반려견이나 반려묘 또는 반려동물들을 같이 살면서 그들과의 관계에서 가족과 같다는 생각을 하게 되거든요. 누구보다도 가장 가까운 친구고 나의 파트너라는 생각을 하게 되더라고요. 그래서 그들과 깊숙한 관계를 맺을 때 얘들이 나한테 어떤 생각을 하는지 내가 정말 잘해주고 있는지에 대해서 심리적으로 불안한 것들이 굉장히 많아요. 南韩强要3成的家庭有饲宠物，比10多年前是明显增加。即马宠物渐渐变做亲人。 主人关心的已经唔是有食饱无，是搁较深入的代志。也若塔罗牌敢会使解读心声，这是看个人的意见。不过，这个算命是提供主人一种可能知影宠物心思的方式。故事新闻立意主编译。下晡晡的天气，所以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南边的云系转向北边，台湾东南部、南部地区甲偏湖、金门。 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离光雨。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含东部地区嘛有南山短暂阵雨。以上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